伫咧高雄六股的山区有蜂农发现讲，最近这台湾乌蠅会甲这个蜂箱创互歹偷食内面的蜜。专家表示讲，乌蠅族群最近这几年确实有伫咧变大，林业保育署呢也要提醒民众，唔通去搅扰，也袂当攻击乌蠅哦。这农业损失拢会当申请补偿。另外，伫高雄的南马溪也出现高山，不过这个高山是对倒位来的，目前还阁爱查。 画面内底大只的蠅工，半暝出现伫山顶，迫害蜂箱。林业保育署20接到饲蜂的农民通报，伫高雄六股的新开山区，有台湾乌蠅去遐找蜜要食。伊按自动翕相机了后，确实就翕到有乌蠅，甲几块蜂箱偷摕去。这嘛是台湾乌蠅生态服务救护方案推行了后，高雄头一个通报的案件。用自动照相机的资料里面，我们发现它的繁殖率比过去明显增加。 好，就是过去顶多生一只小熊，这一年的话带2只的、3只的，突然很明显的增加。实际去六股的山区，沿路饲蜂的袂少，专家认为讲，即马乌蠅族群西脱，未来山区会更较常看到乌蠅出现。林业保育署嘛提醒，若发现乌蠅迫害作物，会当通报申请补偿。立即去通报的话，都可以获得奖励金。那如果财产或是农产品有损失的话，也能够获得补偿金。除了伫山区看到乌蠅，住伫寿山的台湾高山啊，日夜嘛有人看到伫离寿山至少10公里远的南马溪油厂，有高山啊走去人的店头偷摕卵，民众还阁去互要偷走的高山啊，行一个怎安尼跋跋倒。 脱单的时候走过来的时候才会吓到啊，因为他刚好在这边呢、突然想说怎么会有一只猴子，吓死我了。会出现在这些社区或是比较远的地方，大部分都是雄猴。那雄猴呢，是因为台湾猕猴它是母系社会，本来就需要搬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猴群加入。专家表示，高山啊会因为族群迁徙的需求，离开原地生活的所在，不过嘛无排除是民众非法饲了后，甲等现杀或者是高山啊家己逃走出去的可能性。 专家甲动保处提醒，若发现高山啊，会当通报动保处来抓，唔通家己甲赶，避免发生冲突来受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